星號一個會計專業團體預測，香港本財政年度有望錄得約41億港元嘅財政盈餘，令財政儲備升至超過6584億港元。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表示，香港經濟喺2025年出現明顯復甦，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約3.2%。呢一輪復甦主要受惠於出口回升、本地需求改善，以及環球減息同貿易緊張局勢緩和。該會指出，香港較原先預期提早接近3年重返財政盈餘，而過去幾年嘅赤字亦持續收窄，反映經濟復甦動力逐步增強。展望下月公佈嘅財政預算案，該會向政府提交咗15項建議，並將北部都會區視為未來發展嘅重要引擎，建議推出特別稅務安排，加快折舊扣稅，以及加強對初創企業嘅支援。其他建議亦包括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嘅角色，透過優化研發稅務優惠推動創新，以及為聘請家庭傭工同照顧者提供稅務扣減，以舒緩中產家庭負擔。星號